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搁一摆聚集伫遮。今仔日透早，咱要做伙来敬拜学了咱的主，下面吗？下面，咱是来咱隔壁的人，甲伊讲，你今仔日穿了有够好看的。你今仔日穿了有够好看的。感谢主，我看到咱每一个人的笑容，我嘛搁较喜乐起来。下面，我邀请大家人，咱做伙起立。咱今仔日敬拜的大声，咱做举起咱的双手，咱来欢迎咱的圣神甲咱伫地。因为圣神要运行伫遮，要来对咱讲话，伊要来充满咱的心，嘛要来充满咱这个所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圣神，阮欢迎你，互阮来到你的面前。伫今仔日，阮要搁一摆领受你的话语，成做阮生命的光灯。主，阮相信伫今仔日，你搁要一摆来祝福阮每一个人，无论是身躯的健康，无论是家庭，无论是任何的状况，阮相信上帝你要成做阮生命的掌权。互阮伫今仔日，我们要来敬拜，来学乐，来互你的圣神来充满，就求主你来到阮即个所在，互阮甲你伫地。我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伫敬拜大声，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搁一摆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来甲咱隔壁的人讲，邀请你甲我喜乐来敬拜咱的主。邀请你甲我喜乐来敬拜主。哈利路亚！咱再来拍鼓啊！万万民拢尊重呀。
你的时，上帝的灵就降临伫遮，阿妹吗？阿妹，阿妹，阿妹，哈利路亚！咱来甲咱隔壁的人讲，你的儿女上帝有够介意的。你的儿女上帝有够介意。哈利路亚！咱做来拍鼓啊！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因是感谢上主之大仁义，日日是乐乐，地面是我感谢，阿弥陀塞呀，无高呀，我心所听听，我只可的无常，有困难的呀，拢无惊，是水的走步，你看去怎弯去，好我通甲你通欢喜。咱等下要各位第一集来唱的时，为什么邀请咱正手边的人，正手边的人先来唱？哈利路亚！咱正手边的人会当来拍鼓啊！来请正手边的人。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因是感谢上主之大仁义，日日是乐乐，地面是我感谢，阿弥陀塞呀，来请倒手边的人来欣喜。我心所平静，我只可的无常，有困难的呀，拢无惊，是水的走步，你欢喜怎弯去，好我通甲你当咱一伙来唱。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因是感谢上主之大仁义，日日是乐乐，地面是我感谢，阿弥陀塞呀，无高呀，我心所敬听，我只好的无常，有困难的呀，拢无惊，是水的走步，你欢喜怎弯去，好我通甲你通欢喜，好我通甲你通欢喜，好我通甲你通欢喜。咱第一摆将口啊声献互咱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伫逐时刻拢要来学老主，阿门吗？阿门。因为耶稣永远甲咱伫地，阿门，阿门，阿门。我邀请咱每一个人，一摆拍开咱的手，因为今仔日上帝就伫遮甲咱伫地，伊的圣心要运行伫咱的生命中间，哈利路亚。为求能到我心可你，知影你会带我经过，我凊彩你是信心到落尾。当大风迎我别滚，有你同在，我就无惊吓。你是我的牧者，我所我靠。
当大风迎我逼近，有你拢知我就无惊惊。你是我的无遮，我所我靠。咱举起咱的双手来敬拜咱的主，每一暝，每一日，我在你永远的心里，主你永远甲我同在，伫你内面永无改变，你的真心对着你靠近你，一直到永远。可你风险永远徛在我的将来的你手中，坚固照伴，全面上帝，我敬拜你。每一日，每一日，我在你永远的心里，主你永远甲我同在，伫你内面永无改变，你的真心对着你靠近你，一直到永远，可你风险永远徛在我的将来的你手中，坚固照伴，全能上帝，我敬拜你。伫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每一个人，特别要来为咱今年圣诞节首做的这个活动来祈祷，求上帝的圣神伫咱这个中间，互咱的活动不是干那做迄个真水的植物尔，是咱要互咱的新朋友会当接受到这个信仰，好不？咱举起咱的正手，咱用上帝互咱的权柄来为咱所有的活动来祈祷，互咱圣诞节的活动真正会当有新朋友来到咱的中间，嘛会当求上帝来影响因的生命，直接到因的生命来改变因，来更新因。咱话1、2、3了，咱就做伙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阮圣诞节的活动完全交伫你的手中，因为阮相信这个活动是主你所为阮有定的日子。主，我嘛知影伫这个活动中间，主你的圣神要来到阮内面，互阮每一个人透过这个圣诞节的守护，使阮的心会当全然搁一摆来改变，全然搁一摆互主圣神来到阮的心内面，阮的心就会当搁一摆较甲你亲近。我嘛相信伫这个活动内面，主你要帮助这个新朋友，当因接触到教会，因就会哪亲像接触到耶稣，因为你会听伫因的中间，互伊的生命全然会当来改变，会当来更新。阮知，主阮做这个工，不是我家己咧做尔，但是主你的圣神伫这个中间要来甲阮提醒，主阮
的主，因为主已经永远甲咱同在，阿门吗？阿门，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用咱上水的笑容来甲咱隔壁的人讲，请坐。请坐。这时，请咱三角来恭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8章35节到39节，咱齐声来学咯。谁人会当测量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善者，是危险，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因为你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人看阮亲像要互人杀的羊，拢毋是踮伫遮的一切的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得胜到有剩，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也是全管理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绝人，也是其他的被造物，拢袂当测量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请伊应我讲，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气力甲会完全发挥，因为安尼，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的身上。咱即时要请咱所敬爱的区圣智长老，伊要来信息分享，面对生命的淬炼，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我未分享之前今日有2位姊妹，伊要来先做生命的见证。第一位要请信如姐妹，伊要来分享；第2位是民家干事，伊要来分享。这是咱先听信如姐妹伊的分享。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是信如，真欢喜有今日有这个机会，会使甲大家分享我伫救世传播协会，就是救传我甲彭蒙会彭教师做伙同工的过程刷落来我就用中文来分享好，那我刚刚有分享我在救世传播协会，我们就简称救传我服侍了大概是10年的时间。那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彭老师一起同工，在他还在世的时候。那彭老师真的是我所见过最比台湾人还更爱台湾人的一个外籍的宣教士。那他不只是大家口中的彭老师，他更是我们所爱的阿布，我们都会叫他阿布。那其实救传它有2个事业体，就是大家熟悉的空中英语教室跟天韵合唱团。那我们多年来呢，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英文跟音乐来做福音育工的工作。那这个 A Friend for Life 一生的朋友是我们这个机构的 slogan，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英文跟音乐来做大家一生的朋友。那这么多年来呢，我们就是透过比如说校园的巡回像路跑，好，还有呢我们的圣诞晚会，接下来12月14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我们年度的圣诞晚会，还有媒体营，媒体营这个是孩子的，我们还有音乐营，针对想要学音乐的，好，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书展。好，我们也会有工作坊。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活动，就是可以跟不同的年龄层接触，然后能够将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中。那彭老师是21岁的时候呢，他就是放弃了纽约的全额奖学金，纽约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那他就从西雅图搭船来到
中国。那只因为呢，他12岁的时候，他跟上帝立约，他要去到中国，向那个千千万万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传上帝的信息，所以他就这样在21岁的时候来到了中国。那后来遇到了国共内战，他就逃到香港，然后就辗转来到台湾。那他选择了就是大家最不想去、资源最缺乏的后山花莲。那他每天呢就骑着脚踏车去到深山里面去跟原住民传福音。那彭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的人，而且他也是很调皮的人。他就是想说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他想说当时的台湾啊，家家户户都有那个 radio， 就是那个广播嘛，就是那个收音机。那为什么不用收音机来传福音呢？于是呢，他就回美国去募款，然后买了机器，然后也没有人帮他接，因为他也不会接那个机器，他就看说明书就自己接，然后在自己家里面，花莲的家里面开始录广播节目。然后，你知道大家都知道花莲的夏天很热嘛，而且那个年代应该是没有冷气，所以他们就是一边录音，然后你知道录音就是要很安静，所以他们就把窗户全部关起来。可是很热啊，他就把那个冰块放在窗户上面，然后用电风扇这样吹。所以他们录完音之后呢，就汗流浃背，然后再跳到屋前的游泳池去游泳，就是这么的克难。然后彭老师常常在节目里面会吹小喇叭给大家听，那他的来宾有的时候都没有来，到最后都没有来，他就一整集就吹小喇叭，变成他的独奏会，就吹给大家听。所以彭老师他真的非常乐意传福音这件事情。那花莲的原住民呢，非常感谢彭老师的付出，所以就帮他取了一个叫做原住民的名字，叫做利百家，也就是山谷中的百合花。好，这是他原住民的名字。那他也常常说他是花莲人这样。好，后来呢，他来到了台北，成立了旧式传播，就是我刚刚说的旧传就是传播协会。然后当时大概是民国50几年的时候，那他就想说，当时台湾经济要起飞啊，如果要向外国人做贸易的话，那英文一定要学好嘛。所以呢，无心插柳，他就看到台湾人的需要，所以他就在广播里面教英文。没想到那个大受欢迎，然后后来应听众要求呢，还出版了刊物，也就是大家后来比较熟悉的大家说英语、空中英语教室跟彭蒙会英语，好 Advance。那这3本杂志也真的是成为大家年轻时代的一个回忆。那随着时间的演进呢，从广播、从电视，然后从数位媒体，好，然后从网络，所以彭老师就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他从来都不怕挑战，因为呢，他每一次都跟我们讲说，年龄不是问题，好，不要说我几岁不能再做什么，就是在座的中辈嘛是安内哦，不要再说我几岁不能再做什么。因为呢，我还可以再为上帝做很多的事情。圣经里面没有讲要退休啊，所以我还可以再为上帝做很多事情。他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因为他50岁的时候学潜水，90岁的时候做热气球。我想那些防护员应该很害怕，对，应该很害怕。那但是他就是一个这么爱挑战的人。那彭老师他很爱漂亮我们在疫情之前每天都有早祷会，然后呢，他就是第一个，我们早上8点就有早祷会，他就会坐在里面，然后为我们吹奏小喇叭，而且他都完妆，然后还上假睫毛，都是他自己弄的哦。然后他真的很喜欢亲近人，只要他身体允许，他都是会到现场去，只要任何的活动，会去跟现场的观众拥抱、聊天、拍照，然后见面。好，因为彭老师的拥抱是充满了温暖跟热情。那彭老师其实也很体恤同工，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就1年当中我们有一些很特别的假期，比如说美国国庆日，因为我们的外国老师都是美国人嘛美国国庆日放假。那个感恩节放假，彭老师生日放假，圣诞节放假，就是我们是有特别的恩典假。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很特别隐藏版的假期，就是如果说台风快来了，然后天气太冷了，雨下太大了，彭老师就会叫我们赶快回家。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这么体恤同工的人。那有时候他从医院看病回来的路上，他就会买他最喜欢吃的甜甜圈、冰淇淋，然后巧克力分享给所有的同工。他就是这么一个无私分享的人。那彭老师其实他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创举，可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对上帝的立约，就是他要传福音。那在最后这几年呢，他逢人就会问说：“你拿到天国的护照了吗？”因为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这个信仰，认识耶稣，然后我们有一天都可以在天上相见。好，所以彭老师他就是这么愿意传福音，而且不管你是总统，不管你是任何贩夫走卒，他都是抓着你开始传讲耶稣的好。那今年8月6号哈，也就是彭老师生日的隔一天呢，他离开了我们。那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舍不得，因为彭老师他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想象旧传没有了彭老师会怎么样，可是当然我们还是要继续下去。因为彭老师他最后这几年其实身体也都很不好，常常要坐轮椅。那其实我们也很欣慰，彭老师真的是脱离了身体的病痛，回到了天家，跟他的父母、跟他的手足，还有跟他最爱的耶稣在一起。那我们希望呢，彭老师的这一个精神，传福音的 DNA， 可以从我们这一代一直的传承下去。那我这特别有感动，也谢谢牧师，因为他知道我们永光教会也有这个传福音的 DNA。我的照片，不好意思，我还有最后一张哈。好，这个就是 Doris 常常会讲很多的名言啦，他常常会说，爱是最重要的，爱是最重要的。而且呢，他也常常会说，不是我要做什么，是上帝要我做什么。他也是非常的谦卑。好，那我们希望可以把彭老师的这个精神一直传递下去。好，就是每一次我跟他合照的时候，他就是会紧紧的拥抱我这样。好，然后呢，我的分享到这边，然后我很谢谢永光教会的兄姐在我们前年因爱启程的时候，真的都有支持我们，然后有进这个剧场来看我们的音乐剧。那当时彭老师呢，他就出版了这一本图文诗语里面就是有非常多彭老师的珍贵的照片，还有他亲自写的诗词，还有他的签名。那我今天就要来送给大家这一本书。那待会我还问一个问题，然后举手回答的，我请信志长老你来帮我选一位兄姐，好，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他。好，那我的问题就是，请大家分享一句彭老师的名言。亚手，亚手哦，大家就客气哦。来，心仪。心仪吗？还是再一次哦，3。好，那我数到3是不是？好，1、3。有，很不好选。师姐吗？戴成那样看不出来。好，师姐。爱是最重要的。哦，谢谢。好，那谢谢师姐。那我们就把这一本图文诗语，记得哦，看完之后可以再分享给别人。好，谢谢。那我今天分享到此。好，谢谢信如老师的分享哦。其实永光有好几位的家人都在救世传播协会担任同工，那深受彭老师的精神影响，就是传福音、爱台湾。我们可以效法彭老师的精神与使命，延续这份梦想，喜乐的传福音直到地极。家人们平安，我是小组和培育的干事明佳。感谢神，在今年8月份，我进到新店行道会的卓越领袖神学院接受装备。在第一阶段课程中，我听到牧者们分享许多关于健康的教诲。当时我就看见神真的很爱永光，我们有天国的 DNA， 所以拥有健康的体质。阿们。
我宣告，我们是荣耀与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需要健康的圣灵工作。在永光培育学校的学员都会学习认识圣灵、领受圣灵、爱圣灵。潘牧师曾经分享，他问圣灵说：“培育学校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圣灵回答说：“是他自己。”所以，如果不向学员们介绍圣灵，那么培育学校就可以关了。我看见圣灵的工作带给我们信仰的活力跟侍奉的热情。从2016年到今年的上半年，培育学校总共14届的毕业生，154位，在8年来参与在培育学校3营3班的学员合计超过了1330人次。30组的成人小组铁三角的培育参与高达98%，小组员的培育参与率高达75%。有毕业生跟我分享，过去他在人前说话会感到紧张害怕，但在经过培育学校的操练之后呢，如今上台也不会紧张了，并且能够担任辅长，成为领袖。因着圣灵，我们能经历生命的复苏与更新。神学院的老师跟我们分享，只要传道人是可爱的人，那么他的教会就一定会是可爱的、健康的教会。传道人包括小组长，是健康教会的关键。我细细观察发现，永光的牧者和小组长们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倾听，而且他们会记得会众和组员的名字，总是充满热情跟善意，经常真诚地发掘别人的长处跟善意，并且赞美对方。我们是充满赞美跟尊荣的教会，阿们吗？在永光有活泼真诚的敬拜赞美，相信每位兄姐都可以感受到，在主日敬拜中，我们得到平安与安慰。所以鼓励我们准时的出席主日，参与在敬拜当中，因为这是庆祝耶稣复活作王的节日，当然是一个最快乐的时间，是我们不会想错过的。所以健康的牧者领袖加上健康的侍奉态度，我们拥有最优质的永光团队。细胞小组就是一个小家，在小组当中可以感受到被爱、接纳跟成全。目前永光有39个小组，1周7天，教会内都有小组在进行。小组是每个人都可以并且需要参加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小组生活的家人们，可以赶紧来找牧师说：“牧师，我要加入小组。”健康的小组能让我们产生归属感和向心力，有属灵的同伴，使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所以在2021年到今年的9月，我们参与在 RPG 当中就超过54000多人次。在导读的参与里面，从2023年到今年，也已经超过了35202人次。我们拍手来感谢神。周牧师最近带领我们一句新的口号：来幸福小组，去街头布道。幸福小组和最近热腾腾的街头布道，以及我们接下来的圣诞手作布道，包括我们之前的牧区旅游等等，这些都是直接性的事工。光是8月4号跟9月29号的街头布道，我们合计接触超过1893位路人，觉志的人有461人。而且在上周，我们感谢主有一位街头布道来到主日教会聚会的姐妹，我们相信并宣告会有更多人来到永光教会，阿们吗？那间接的传福音是透过服务性的事工来分享福音。感谢神，我们去年成立了新北市全人生命教育协会，能够服务社区，提供福音的接触点，提升教会的形象。
更可以提供会众侍奉的机会。这些是我们协会所协办的一些活动。在卓神的老师张茂松牧师分享，一个成功的领导人不是能做10个人的工作，而是可以招聚10个人来完成100个人的工作。这让我想到，在马街150的时候，我们全教会动员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一连3天的聚会，服侍了至少6000人以上的朋友。因此，至今仍有许多教会对我们全员参与侍奉感到非常的震撼和赞叹不已。这是因为牧者领受圣灵，带领我们接受健康的灵性装备，在培育学校中领受顺服的祝福，在主日和小组中养成了成熟的侍奉态度，在传福音中，我们看见救恩的价值。我们同心合一，甘心乐意为我们属灵的家永光教会尽一份力。我们也要时刻维护好这里的环境，好让进来的人能感受到我们的用心，敞开大门欢迎所有需要的人，让永光成为社区的生活中心，照亮这地的光，将荣耀归于神。阿们。谢谢。真感谢咱2位的姊妹伊做的真好的生命的见证。咱头仔听到信如姐妹咧讲，伊观察到彭蒙慧老师，伊遮尔坚持咧为主来传扬福音，借着英文的教育，也借着诗歌的安尼分享，好侪人也认捌上帝。来认捌到主耶稣，咱就看到伊安尼信仰，真正是值得咱来学习。咱嘛看到民家干事伊所分享的，咱真正是属伫神的教会，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咱用安尼来建造咱的生命，互咱的教会会当愈来愈健康，会当来愈来愈复兴。咱搁一遍来多谢因。也归荣光给上帝。谈到咱讲到健康，咱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咱毋茫是毋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当你的身体发现问题的时阵，要安怎？而且是非常大的问题。安尼，咱要来面对，咱要安怎来思考安尼的代志，要咱来面对安尼的代志。所以，咱的人生起起落落，亲像海涌共款，有起有落。咱的环境，咱嘛受到环境的影响，遮侪拢是咧影响着咱。面对生命的这种的改变、冲击。咱要安怎来看？突然间，得了癌症，这个消息其实是真大的影响啦。这个像咱讲的迄个土石流，山林落大雨落来，迄种的土石流，规个放落来，也是大地动共款。哇，人生真大的改变，所以一时间，迄个负面的迄个想法也好，思想、行为，拢做负面的。无论是惊吓、忧闷、悲伤、多疑，这拢产生。好佳在，咱因为祈祷，咱因为咱教会遮尔侪兄弟姊妹来为了来做祈祷。特别嘛有青少年，嘛有儿童，伊会为咱祈祷。因为兄弟姊妹，恁的祈祷，甲阮处理人的支持，就是我上大的力量，互我会当继续有信心来做治疗。所以，靠着这祈祷，
这个关心，我将这个事拢交托给上帝，拢仰望上帝的带领。是，当面对安尼的代志的时阵，咱常常讲啊，上帝你为什么要气杀我？为什么我会拄到这个代志？其实，咱对咱的圣经文，咱就会当看见，上帝的疼是永远无变的。无论什么款的事，拢袂当互咱甲上帝的疼来激励。这是因为上帝有不变的疼，基督也为咱成就这一切。所以，所有的患难，拢袂当压迫咱，也袂当赢过咱，互咱会当来面对安尼困难的时，咱得胜到存。我来学习马该的精神，直球对决。既然拄着啊，咱得爱面对啊，咱要安怎面对？直接甲面对。所以2当前我演马该无白演，我阁有学习着小可，直球对决。咱来看这部，主恩长老的表情非常的抢戏，有看到无？伊咧看马该讲，这外国人安尼，遮烦安尼，迄场戏啊，迄幕戏是伫艋舺。马该带一群人，伊的温度，要艋舺要传福音，但是拄着迄个角头，今仔日迄个角头嘛伫个伫啊，伊无退缩，伊直球来对决，呼求上帝的帮赞，伊会当完成伊的任务。所以我学着，我要直球对决。伫去年的年初因为我的骨头疼，所以我去伫双和病院来看骨科。骨科的医生帮我照电光了后，伊讲，其实你的脚这边的这个骨头还好，但是你的胸部小可有问题，你爱去看胸腔科的医生。好，我就紧去看胸腔科的医生。胸腔科的医生伊就看了，伊讲真正是有问题，真正有可能。你紧去做电脑断层，就安排电脑断层。了后，伊讲你可能爱住院啊，这要做一寡检查。迄阵我的想法是讲我是毋是要开刀我是毋是来大病院医学中心？我来马街，所以我就紧转去马街去找医生。伫马街住差不多要1礼拜外，就做规套的检查，大细的检查，安排检查，阁有做切片，组织的切片。所以到了后，迄医生甲我讲是确定是肺癌，嘛已经扩散了。好。到3月的时阵，因为我有组织切片去做基因的检测，基因检测的结果，伊就讲，医生就甲我讲，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歹消息，你要先听对一个。我讲无要紧，看医生安怎讲。伊讲好消息是讲你有标靶的药啊通食，所以有标靶的药啊通食，就毋免一开始就住院做化疗这个代志。歹消息当然就是你已经是第4期啊，第4期的肺癌。这个医生就开始就互我食标靶的药1个月等于回诊一遍，做检查回诊。这个医生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势，伊常常咧想代志，也是看物件的时，伊会甲伊的目头夹起来，皱眉头。皱眉头。有一遍呢，你就知影讲，像我这种癌症的患者，等于到病院回诊，其实心拢吊，拢有会烦恼，
就是安尼七上八下，安尼毋知要，那像学生啊，要去领成绩单共款，毋知考了好啊歹，吼，迄检查迄结果是好啊歹，其实拢惊惊。啊，迄有一遍阮太太喊我去，啊，伊看医生，啊坐，拄啊入去开门入去，医生就甲我讲，袂歹哦，袂歹哦，哦，心就较定落来，啊要坐落来进前，伊突然间讲，等一下，伊甲我讲等一下，啊伊目头夹起来，佮继续看伊的电脑遐，伫遐一直看，看超过3秒，目头夹起来，哇！迄阵，迄3秒那3年咧，足久诶。回来就讲，无毋对啦，有好诶控制，真好。阮太太甲我讲，我以后摆毋你来啊。伊讲，我过来，我可能要看隔壁迄个心脏科啊。伊无法度，伊讲伊无法度。所以呢，自迄以后，我就找一个心脏较大粒诶，互我去。心脏较大粒的对我去。那当然，这中间因为治疗，所以其他的副作用拢出现，无论是皮肤还是腹肚的问题，头壳烂头烂骹，反正拢会出现。那毋过上帝的恩典，互我拢会当找到好的医生，会当做好的治疗，所以遮个拢会当真好的控制。包括我嘛去看中医。来做身体的调养，所以一步一步往头前行。但是行到今年的1月，我的标靶抗药了，已经无效啊！为什么发现呢？因为1月迄个礼拜，就是咱总统选举迄个礼拜，我行路会喘。迄个主日我做咱轮一个主席。我对厝林行来，哇，喘到要死！迄阵是寒天哦，拼寒。人看到我，你是安怎呢？我嘛毋知安怎。迄阵我是感觉，是毋是我心脏有问题？毋过了后，迄天结束，礼拜结束下晡，阮太太甲我讲，无咱来急诊好无？我讲好啊。看即马到下晡时，所以我紧去马街坐计程车去马街，看去马街，做检查，伊看。医生甲我讲，你哪即马较来？你倒边的细胞拢白去啊呢，拢积水呢。无怪你会喘，因为你的氧气剩一半尔，当然嘛会喘，所以就紧讲袂当离开，爱紧住院。就迄个期间，我就住伫遐，住了18天，因为积水，所以要排水。那排水了后，搁做切片，搁做基因的检查，这种种检查结果无看到会当使用标靶的基因，就开始化疗咯。医生讲来整人工血管，咱来做化疗，就做化疗。到5月迄阵呢，我都看到人咧练气功，我嘛来练气功，内省气功，这真趣味。有机会再甲大家分享气功这个部分。这是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伊所发展的这个气功，伊是真正有一个科学的根据。2月到7月，住院总共8遍的化疗，大化疗是6次，小化疗2次。所以，这就是我住院时阵，可能我下骹我搁换一个公事包，迄个公事包就是我的肺积水积出来的，所以我若去买洗手间，就爱正手塞我的点滴，倒手爱换我的公事包，迄就是逐工积水要排出来。但是到7月，我癌指数还是悬啊，还是伫悬点啊。所以我就问我的医生讲：“医生啊，我要化疗到什么时阵？我癌指数遮悬，
要安怎办？伊讲有啊，你化疗吼，继续化疗，化疗到有较好的药啊。我听一下，昏倒，较好，到有较好的药啊，表示即马有啊无较好的药啊。所以呢，癌指数呢继续观察。所以，这下要安怎办？看起来好像治疗到一个瓶颈了，到一个小的瓶颈。看起来那像头前无路，但是，不过上帝提醒，该转弯了。哦，不是前面没路，要转弯了。所以上帝嘛感动我。感动我身躯边的人讲：你爱去找第二个医生来问看卖，听看卖因的意见建议是啥物。所以我经过安尼了解收集这些资料来看啊，我来国泰病院找这个蔡俊明的这个医师，伊是肺癌的权威，伊足侪病历，我来问看卖，是毋是伊会当互我一寡建议？伊真足来看我的病历。伊给我的建议讲，你搁做一遍的正子的扫描甲基因的检测，好，我就嘛做。那照安尼基因的检查的结果，感谢主，我有标靶的药啊通食，但是有一寡小小的困难。这个标靶药伊无健保，爱我自费，无俗，一个月。毋是一个月啦，一粒4000外块，我一个月爱食45粒。但是感谢上帝，我有工课，我阁有工课通做，我阁有经济上的收入，我阁有公司团体的保险，会当做一寡的补贴。这是我真感谢主的。到9月。抽血检查，因为食一个月标靶药啊，抽一个检查，医生讲要较好的治疗，你搁爱加化疗。所以呢，我就开始安排要住院，安排一礼拜拢排无，因为即马护理师真正足欠的，所以病院的病房开袂出来。到伫10月1号迄天是风台天进前，哦。迄个叫做山陀尔的台风，因为我住院一直排无，我就拍电话去甲国泰病院讲为什么排无？伊讲邱先生真正是排无，因为急诊遐阁有20几个人在等20几个人在等。伊讲阮会先排急诊的，我安尼要安怎？哇！一声，我就讲好，无就安尼吧。我就迄阵我搁咧上班，所以我转去到我的办公室，我伫遐，我祈祷，而且我靠咧祈祷。我讲上帝讲，我哪会排无病房？即声要安怎办？我真正毋知要安怎。无想到，过差不多要到1点钟，国泰病院拍电话互我，讲：邱先生，我们有2人房的。一个病房，你要不要今天来住院？我说要啊，当然要啊。所以，迄天我就住院。国泰病院无一个合作恩典病房了，恩典病房是我甲好的啦，真正是上帝的恩典，真正是上帝的恩典。我本来是看排会到健保房无，无想到阁有双人房，对无？隔工原本我该请半工，才会当出院去上班。因为隔工拄啊好，台北市宣布停班停课，我阁毋免请假，我就会当就平平顺顺转来到厝休困，规工嘛毋免去上班。迄工个好天出日头，大家有放着迄个澎台假是安尼无？有无？对无？所以真正是上帝的恩典教育咱使用，就亲像哥林多后书12章9节安尼讲，我的恩典有够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
啊，上帝听，带我行每一天，互我软弱会当变刚强，会当喜乐代替这忧伤。但是化疗的时阵，真正身体真正无爽快。但伊的无爽快袂迄日注射迄日就互你产生，伊会过2-3天了后，互你渐渐无爽快。啊，迄无爽快可能你会到无爽快到，你的心会很沮丧，会哭，会失去信心。但是迄阵我就甲上帝讲：上帝，你要减轻我的这无爽快的。伊讲，伊就应允我，伊减轻我的无爽快。啊，圣神嘛因为安尼啊来安慰我。所以诗篇22篇40安尼讲，因为伊无看见善车人，无看因的艰苦，无甲面越走，无插因。因求救的时，上主有甲因听。是上主有哪有在照顾我？伊无弃扫我。上帝有发4贴的药啊。第1贴西药，第2贴中药，第3贴等等我讲的气功。我即摆练气功吼，一面气功一面 QT 啊，一面气功一面 QT。啊，有一个动作吼，就是双手举悬咧练气功，伊就是大量吸收氧气。啊，我咧做的时阵，就想说讲，安尼举手起来时，双手举起来想讲，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邀请你，哇！一路安尼做落来，所以我即马逐工5点半起床，做气功做了，才来上班。啊，最后一个就是有喜乐的心啦，爱有喜乐的心，喜乐的心。下一句呢？好，应该要准备礼物了。是的。我即马阁想到，马甲迄个医生甲我讲的，迄句话，等有更好的药。我想啊，等有更好的药，就是等待上帝讲的伊的医治的大能啊，医治的大能啊。因为咱的上帝是掌握万物，伊是全能的。包括自然，也包括超自然，拢是伫伊。所以以赛亚书40章31节讲，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得到新的气力，会亲像鹰鸟天色飞悬，因跑走袂亚身，行远路也袂昏倒。我的天好，耶和华，我的天好上主，会当互我重新得到气力。这是上帝我的安排。伊用一句话感动我，就是先受苦的人会当用家己的经验来帮助别人。用这句话来感动我。所以我即马看到咱教会内面，若是有得到癌症，安尼兄弟姊妹，我会特别想要关心伊，我会特别想要来陪伴因。是，我有用我家己的经验，用祈祷来建立因的信心，互因知影上帝听是永远无度互任何事来激励，因免对峙，也爱有信心。所以，伫咱一切的患难中，咱伊安慰咱，会当互咱用上帝赐咱的安慰，去安慰遐个拄着逐款患难的人。这是上帝伊所感动我的。上帝伊会突然间降下这个灾难、患难伫我的身躯，来打击咱。甚至来打败咱，无啦，伊无啊歹心，嘛无啊无聊。上帝渴望我们的生命被淬炼，这个生命的淬炼，就是去芜存菁呐，
就是拄起咱身上、心内、思想、行为，遮无圣洁的，遮毋好的，伊要照着安尼来拄起咱身躯顶悬的，也补足咱的能力，补足咱的能力。所以，伊是毋望咱会当有生命，会当得到安尼淬炼，互咱会当有健康的心灵，会当愈来愈健康，愈来愈健康来服侍伊。上帝的修剪，并不是在伤害，而是在建构我们的生命。人经过试炼，那顺的金啊，999的金啊，咱这比999的金啊，搁较顺。咱是4个9，99999哦，可能搁较侪。好，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为了是要成为他人的祝福啊！不要害怕试炼，但一时的患难，因为伊的呼吸、伊的医治，并且来大大来扩展咱的信心，甲咱的眼界。啊，这是咱来讲读咱这礼拜的金句。来开始，伊应我讲。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因为安尼，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身上。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搁读一遍，较有气力来读哦。伊应我讲。我的恩典有够通满足你的需要，因为你软弱的时，我的气力才会当完全发挥。因为安尼，我特别爱夸口我的软弱，通互基督的气力踮伫我身上。哥林多后书12章9节。伫2礼拜前，我去到伫新竹拜访一个客户。这个客户是一位博士，伊专门在做分析癌症细胞的。我下面咧做这个交谈了后，我甲讲，其实因为我有差不多有2、3年无拄着伊啊，我甲讲，其实这2冬我得着癌症，会带一条，我若安尼讲，我就甲小可。解说这段时间，伊听了讲哇，若是伊得到安尼代志，伊规个人拢崩溃了，伊拢崩溃了。所以伊最后甲我讲一句话，伊讲伊用华语讲，你是带着天命来的人。我回答讲不。我是带着上帝的使命来的人。阿们。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所以咱明白上帝的心意，伊一定有伊的安排，甲伊的水的旨意伫当中。所以我即马就是要保持乐观、正面、有愿望。我靠主向前行，我靠主向前行。最后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伫法国有一个偏僻的小镇，小镇有一个喷泉，听讲咧喷泉真灵验，真侪人去啊，毋望得到医治，毋望得到伊所许愿。突然间有一个较转去。一个阿兵哥，怪咧，要行到遐，路边人看到伊就讲，伊敢是要来求上帝，互伊生出新的脚。阿兵哥听到，越头讲，毋是啦，我毋是要来求上帝，互我生出新的脚。
我是望上帝，予我无即支脚了后，佫会当好好啊过生活，佫会当好好啊过生活。所以，这个互咱拢会当学习到，咱来为着咱失去的来感恩，来当接纳这失去的事实，会当互咱努力伫生命中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更较大的光彩。好，咱这时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这首回应诗，昏顶日头。你就是听，你无限不变的听。我面对安尼的听，我无论伫拄着安怎的灾害，拄着安怎的患难，这患难拢袂当压迫阮，也袂当赢过阮。阮靠着你的听，阮会当赢过这一切，得胜到有剩。不论是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什么款的环境，什么款的问题，答案就一个，就是基督的听。我也看到彭文辉老师伊安尼心志，伊坚持安尼传福音的心志，到老。到伫规天家，伊拢安尼来做。我来学习安尼这样好的信仰的传承。我来看到你的教会，真正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我要来继续来建造我的信仰。我也要扩展，要往外来行出去，要做好的传福音的工作。
愿主赐福阮的教会，愿主赐福阮每一个人。阮将这一切都摆在求主你来看顾。我哋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各位兄姐平安。今天奉献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奉献不只是拿出金钱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它也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是我们要用心去关爱别人的过程。大约在6年前，我们家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太太的二姐他们家住在云林，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没办法继续抚养他们家的小孩。最后，我决定收养这个孩子，让他成为我们家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抚养孩子需要很多的金钱，过程中我们有感受到不少心理上的挣扎和压力。特别是让这个10岁的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爱。尽管经历了这么多的挑战，我们却发现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我常常告诉他，神很爱他，就像我们很爱他一样。神让我们走上这条道路，是希望他能够感受到真正的爱，而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更深的爱。6年的过程当中，每个月的奉献没有中断，神也祝福我有个稳定的工作。奉献其实很多的方式，神让我们成为爱的桥梁，也透过我们的家把爱传递出去。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明白，无论是用什么方式，只要是我们甘心乐意付出，就是一个美好的奉献。阿们。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奉献开始，请。阮甲主是阮做一，谦卑领受我命转弯，信心更大，加添开朗，不能自
即时要事工分享，咱要请主恩长老来事工分享。各位兄弟平安。伫消息分享的台先，咱先来看一段影片。永光church平安。Yes, hey, Eli Church, we send you greetings. We are so blessed to have your pastors here, Pastor Samuel and Christine. We are so blessed that they are here with u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yeah, we have a great time together. We miss you, and we are hearing amazing thing about what the Lord is doing at Eli Church. We're sending you all of our love from the Netherlands. Greetings and blessings. Amen. 感谢耶稣，很开心牧师到这里，我们一起有很好的时光。那我们也听了很多在永光发生的事情，就觉得哇，很感恩，就是知道神也在动工，所以非常开心，也很期待再跟你们见面哦。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牧师呢，已经出到国外有1-2周的时间，非常的想念你们。也听到每一个同工人在教会里面有很棒的服事，神要继续祝福在我们的永光教会，大家带出荣耀。很快的我们就回家跟弟兄姐妹们见面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蒙福，感谢主，阿们。对，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这一趟的马丁路德之旅，我们有很多的感动，想回家跟大家分享。我相信神继续会带领我们永光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更经历神更大的恩典跟能力赐福，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拜拜，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这段影片是牧师伫台北牧师的厝，甲君玉师母的厝，即马伫阿姆斯特丹，伫荷兰。好，这是咱来看一礼拜的事工。本周的经文是更新，更新，咱做伙来读一解好无？来做伙请。更新是指重生，成为新造的人，灵命日新又新。满有基督的身量。好，10月6号，咱有开会员的合会，选出2位长老甲4位的执事，因的任期拢是4年。2位长老是陶永伟长老甲胡丽娜长老。执事的部分是李之和执事、周志豪执事。陈崇文执事甲一个何佑生执事，何佑生执事是第1任吼。好，今仔日的幸福小组有8课，礼拜结束了1点，伫4楼的副堂，请副长爱来参加。2位牧师伫国外的宴席已经结束啊，即时继续来探访住伫国外的兄弟。这个时阵10月19号到23号，伫阿姆斯特丹，伫君玉师母的家，顺势来参访河流教会。各一个礼拜10月23号到29号，伊要到英国的伦敦，要去探访恒宇，甲住伫牛津的卷因的厝吼，请大家为着牧师的行程来代祷。牧师出国的这段期间，若是有非常重要的代志，会当来联络咱的台语长老、国宾长老、甲照明长老，嘛是会当来联络小会长老来处理。好，接落来是幸福小组，咱有一个6636提名 RPG 的活动，即马有1061人的名单。咱爱为着这1061人的名单来继续来祈祷。好，社区的午班已经开始了。伫每一个拜六的下晡1点半到5点，欢迎所有国小以上的囡仔来参加。要报名是当找会宴干事来报名。阁有联合圣歌队。为着圣诞节的主日，要开始练习了。
欢迎所有兄弟来报名。11月2号开始，每一个拜六的暗时7点半到9点，伫3楼的主堂这边来练习。搁有咱的协会新北市的专人性命教育协会年度的会员大会，伫11月3号礼拜结束了后，爱来参加，有发起人阁有50位的会员请来参加。今仔日下晡3点伫3楼的主堂会举办一个林玉秀老师甲吴新田老师伊的学生的联合音乐会，欢迎兄弟来参加。接落来为了健康来带导，有寿英姊、赖清姊甲志贤弟兄，这是宏宇的老爸，咱为着这3个人的健康来带导。搁有今仔日有一个新朋友林春华，敢有伫咧？请起你。咱有抱一声来欢迎伊，伊是美国转来的吼，美国转来嘛吼，住伫附近。你听得懂台语吗？没关系，那我用华语好了。这个是林春华姐妹，然后她是从美国回来，然后她是基督徒，暂时住在朋友家嘛，对不对？好。我们非常的欢迎你，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希望每个礼拜都可以见得到你。然后我们这边有迎宾团队，然后待会你现在就可以跟着迎宾团队，他们有一个小小的活动，欢迎的活动，然后来介绍我们的教会。好，这是咱来互相来祝福。就可你，平安好气满满心，万事兴来充满你，同帮大日日都好气，上帝就好你，就好你，伊的灵能就你，喜乐充满你，欢乐拢无去，祝福大好气，上帝就好你，就好你。咱请信志长老来甲咱祝祷。咱因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毋望上帝，互恁对伊的信心，大大充满着恁的内心，有安尼平安，有安尼喜乐，佮对着圣神的开力，大有毋望。阿门。阿门。
咱今仔日的礼拜就到即阵，咱后礼拜再相见。